多謝主席。我諗增加名額呢樣嘢呢，亦即係我絕對支持嘅。我自己睇翻呢，即係根據翻喺個財政預算案嗰個答覆嗰度呢，就有一啲嘅數據都係使用率嗰方面。而我睇使用率呢，就有個情況呢，就唔同區呢個差異可以好大嘅。即係譬如北區咁咧，就如果講2025咧，就去到107%，但係咧就灣仔啊、屯門呢啲咧就5%、9%嗱。咁啊頭先聽到個答覆嘅，可能一啲新設嘅都需要一段時間俾佢上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亦都有一啲譬如觀塘咁樣一路維持都係大概50%到嘅啫咁樣。嗱，咁我個問題咧就我想了解翻，會唔會跟翻呢啲數字？你哋其實調整翻，譬如北區咁，好明顯已經爆晒額㗎啦。你個調整嘅機制係點嘅咧？或者有一啲長期都係維持都係50%到嘅，你又會調翻低咧咁樣？多謝主席。係局長。主席，我請阿周處長。好，都係請周處長唔該。嗱，其實各區嗰個使用率咧，的確係受好多因素影響嘅。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有一啲新設嘅幼兒中心啦，另外亦都有啲舊區咧，因為其實隨住嗰個兒童人口嘅轉變咧，其實的確嘅使用率咧係有機會下降嘅。咁變咗，所以我哋喺近年咧，當我哋去策劃或者去計劃一啲新嘅幼兒中心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參考好多嘅因素嘅。如果係新發展區，因為未有人口啊嘛，咁我哋就根據嗰個人口估算去定嗰個新嘅幼兒中心。但係喺舊區咧，我哋就唔係完全淨係睇人口啦，因為其實都要睇翻佢究竟嗰個年齡嗰個分佈啊，各區當區嗰個服務嘅使用率啊，同埋周邊有冇其他嘅服務去定嘅。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參考呢個使用率咧，去決定我哋究竟新嘅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咧，究竟會擺喺邊一度。咁當然另外仲有其他嘅考慮因素，就包括當嗰度有冇咁嘅啱嘅設施同埋個設備啊，周邊嘅環境係咪適合設置一個幼兒中心？有冇跟進？簡單嘅跟進咧就嗱，依家即係起碼我喺文件上唔係呢個文件啦，即係喺另外一文件上面有3年嘅數字啦。你哋會係幾耐到去？一話即係其實不間斷去監測住嗰啲使用率啦，一話其實1年1次啊咁去考慮。係處長你答一答。好嗱，我哋咧係不斷去監察住嘅，因為其實而家嚟講咧，我哋都係想設置更加多嘅獨立幼兒中資助入獨立幼兒中心，咁所以變咗咧，其實如果有啱嘅地方咧，其實我哋就會考慮嗰個使用率啊，各方面頭先所講嘅人口配套啊咁樣，咁所以如果有啱嘅設施，而個使用率亦都有需要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喺嗰度咧就設置一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噶啦，咁所以我哋係經常會做呢一樣嘢嘅。